有名课，基本唱到的迄新竹人，唐人讲佢动后生，很有才华，大摆都会入围到金曲奖，到底係嘛啥呢？大家好，我是王子贤、黄子轩，我是新竹的客家人。今年的东欢喜图大家来到我的家乡新竹，来了解我生长的背景背景哦，来让大家分享我创作的立场、我家族的故事，还有新竹这片东北落寞的背景历史，为了让大家来分享。用时间将顶眼神道理，讲了着故作事情再做当红傻皮，我当上全着讲驾驶，又因为我骑一台脚踏车，穿到细汉时佚佗的路线，再会我的父母甲亲情。非常感谢2016年金曲奖得主王子贤，在节目的一开始就为大家带来的暗好听的自己写的歌曲哦。王子贤是出生在新竹台的，王母对阿公寄胎，在新竹开西装裁缝店起始，就在鸦片还在3胎哦。你好，小钟哥你好，子轩，哎呀，久仰大名啊！莫啦，我久仰你大名，久跪你。哇，莫，闪失听，就像一个成语“英雄出少年”。最终你抽到了梯棚，哦哟，那算很心中那一只梯棚啊！这边是我们新竹塞纳河之称的这个护城河。哦，总共就很多两片哦。这个以前就是它以前整治过后，现在就变成大家一个休息的公园。那整个新竹呢，它就是从这个护城河贯穿到中间那个东门城。东门城，那我家呢过那个东门城再过去就到我家了。哇，哎，跟你带梯棚真经同好诶。哦，来到了梯棚，行到了梯棚，看新竹的塞纳河畔，甲今尾好好吐眼。好啊，可以啊，你想嘛该？我想翁，姓黄，想翁可以嘛该同好。想翁，那个通号是共下通，江夏堂。哎，不过娘妈妈客家你知冇？娘妈妈想嘛该？我妈妈想亲，姓陈啊？姓陈，该银川堂错嘛？哦。王子贤学罗客家都通，现在阿爸是福隆人，阿妹是竹北汉人。现在家爸家妹老婆都冇吃通诶。故说俺今半夜爱听苏雅的金曲奖得主来学同学的学问哦。相望的同学是讲下堂，是认真相望有名望的家族，单都是啲讲下圈。汉家啲东汉时期，汉家出来一个有名的王祥。从9岁就底好爱友好也爱，潘良真虽小皮，佢爱友好和本人恋人24号嘅孤独，用讲下来做同学，有保养向亡人好大嘅意思。对向成人认传统嘅念头，系认真向成人嘅老祖公，系孙嘅后代，本祖武王冯帝城，故所就用骨来做像，传到东汉陈氏，做干共党当清廉。过后本人奉做引传后，故作后代相承的子孙就用引传来做同学。我爸爸其实是河龙人，妈妈是客家人。小时间我带到新竹的空军眷村啊，从小在安阳人的族群融合的背景地北都生长我觉得。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我的音乐创作里面有时候会用一定有葫芦尾，又一定有哈尾湘西现在呢，我甚至在研究新移民他们的语言跟音乐。那我觉得台湾就是一个这样子很可爱的地方，不断的融合进步，然后变成现在这个文化的这个样子。王子贤在读大學以前嘅想法都係啲新竹歌位，對高中就開始搞音樂。佢因為就係新竹按當年族群融合嘅背景，還有濃濃嘅歷史人文氣息，本期更有創作嘅靈感。佢今日每特別唱嘅一類欣賞，我哋為大家紹介當有文化內涵嘅老新竹哦。然後呢度介紹下嘅公文上做得冇？調工呢，你用做嘅時間上，到後來用內轉來做，到後來呢用砂鍋來做，幾多係咁樣。所以新竹嘅建上有187年了。你客家人啲咩東門上能大啲咩有你個付出啦將呢東門上呢他個啲嘅新竹有4個上門，東門、西門、北門、南門，你下就存到呢個東門上。有很多陽西門，因為東片呢，所以講佢係
安尼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标。你还就存到俩，这边都有一个新竹之心嘞，新竹市地位度呢，方圆1公里以内有26个古迹群，所以讲呢，它非常的密集啊。安尼讲新竹的文化古都啊，就主要都可以表现出来。古总看来到了新竹市啊，吼，那边是不是嫌一先来东门上那地方，四通八达。你要去那一边这个路线就是最新竹之心呐。都了地方啊，你要去那边是很方便。新竹嘅新创讲嘅就係東門上也廣場啦，用東門研發來做中心，呈現咧向外灑出去嘅9條路，行家處啲東門上附近嚟嘅南門街，小組有位千驚喜嘅發現。哦，那路我是從來跑該世界大的你啊，恐龍看那這完全沒有改，那一磚一瓦就是從那個年代流傳下來，你看得到嗎？路嘅。也存嘅幾幅老建築，將上海為講是竹簽上嘅農業留下見證。黃志賢講啊，頭擺阿公開嘅時裝店，咪處啲按有感覺嘅老建築度，等下再個帶人去看啊，也下佢愛現代大家來認識老新竹嘅經典好味資料。你啊行啊，你啊路啊，迄嘛該路啊？你啊路是新竹的中正路。哦，中正路。那水西街等公车谁都来都两边。哦，对了位。都两边等。然后像你看影像博物馆那个电影博物馆，它就在这边。然后以前它也是一个旧戏院改的。哦。改成现在是变成一个博物馆，有时候还有放一些影展的电影。哦。很有味道。应该水西街两边是改做博物馆的。中正路地方，中正路那边看一下。看一些有气质的艺术的天让，错嘛？错。子轩是料店嘿啊？系啊，你美乃滋是安尼新竹体育店西点店，真景料厉害，看到唔看到？看下去。亚間飯店對1950年起始開始到今，已經超過1甲子了，係所有新竹人共同有嘅秘密基因。黃志賢對幼稚園開始一直食到廿下，佢講啊，地度乜雞都賣，特項都好食咯。谁西街带信就许多台的西点店就是美乃滋。我们去远足的时候啊，去新竹动物园，每个人手上都提一个餐盒，餐盒里面就有小小的那个葱面包、肉松面包、一盒饮料，然后一小块那个法国面包，还加一只小鸡腿，就是西点跟那个卤味的混合。可是那是我们小时候很深的记忆。像那个新竹很有名的名人，就是我们台北市长柯 P 啊，他也是美乃滋面包的爱好者，所以这个是一个新竹人共通的记忆跟回忆。就讲跟你呛我你香嘛该？香楼跟你同我嘛该同。豫章堂。黃志賢詳細談了，同學細項目有個來了。香樓嘅老祖公係地區世界官府嘅副官，兼做族用。佢嘅後代本然封地羅國，後世就用國來做香。到為西漢時期，太將老祖現正處理一種權，係啲上都種嘅一種樹，故所香樓嘅人就用一種來做權望同學。跟人家一點東鐵邊，你看，人家要有賣胖，咖啡又有賣滷味。唐人講啊，老天滷味老有關係啊。這種當然我先有開個有軟意啦，佢會搞下就做。哦，古說人家滷味是老外省人學嘅。哦，古說頭擺你來那邊買嘅有外省人，嘛有客家人，嘛有。廣州轉來，台灣人、客家人係很深意。哦，深意哦。台灣外省人想食得起啊。哦，台灣外省人才吃得起啊，真的要有點經濟基礎才有法度來那邊買滷味賺一色啦，買了胖賺一色，錯冇？哎，剛剛柯 P 食的係哪一張？菠蘿麵包。哦，你看看，來，哇喲，哇！軟綿，不要浪費，哎呦，哦，你們上面那個奶酥哦，很酥脆。紅葉不年糕哎，哦，你不能做胖巨哈，而且那個味道不會說很黏膩。當你說這哦，來個咖啡哦，好舒服，太棒了。還有嘛該做的給最好，該有嘛該。哇，是我小時候遠足的回憶啊！哦，真嘅，要胖嘅，哦要，來，當然當我食。你看，哦，佢
看 cream， 哦，你看，不得舍，不得舍。哦，好吃，呀，这真係奢侈嘅米咯。我想啊，5、60年次嘅人看到夜條畫面，天草都口水得流喎。頭家講啊，現在新竹有空軍基地，早期嘅人客都係經濟條件較好嘅民軍公務團，還有空軍武漢人為主。對旁店還賣糯米，也咪係老夜條空軍武漢人有關係咯。滷味啊吼，東東而且老媽實學嘅。我以前唔搞，唔可以成年教緊種啲咩咯？一喺客家種哦，客家希望要帶眷村嘅人，如果老眷村，我唔開始嚟學這個滷味，你話米頭啊吼，東頭啊吼，你啊吼，香上也食唔到嘅。係啊，你弄條擺的滷法，一定我嚟試看看。哦，真的透身。最主要哎呦，它的味道有卤到里面去的。但是我说真的，跟老天的味道真的还有点，这两个在伯仲之间，哎，味道很接近，中秋，早上8點張開業，人客啊就朝滾入來，就連按熱節目，喊都愛先讓人客來參詳，唔好做起賣槍槍啊！大家當好嘅就係也正宗嘅外省老絲米。啲民國70、80年代，人人啊做嚟做事5萬客家嘅生意哦。哦，你看看，那个汤我也舍不得来接这个那个汤鸡汁你看到没有？哎呦，陆羽豆金曲奖最佳客语专辑，然后最佳客语歌手。动民健，玩乐坛的时候是董英哲，动坚持，坚持一定要搞下去。不度失被咬。唯一现在没有20就是你。我音乐没有走，现在在主持。哦，那个汤我也舍不得来接那个鸡汤。汁你看到没有？哎呦，哎，吃看看。米稀浓厚哈，厚，那个不会很油哎。对，连骨头都想啃掉的。好想吃了。哎呦，今天我就叼着它出外。我刚刚我来吃看看，哦，你看那隔壁两牛，哎呦，哇！哇，很好吃啊！这个太好吃。而且一般鸡腿那好吃的那个有油鸡腿，它油会一直滴一直滴。可是老板这不会，它烤的刚刚好。它最主要是肉汁都锁在里面了，那个鸡汁的甜，哇！隔壁啊好吃，跟其他一种气候什么？哦，漂亮！哇！哇，你看这个素鸡这个层次，哦，也有的是清火的东西啊。哦，外层口味。有一点烟熏的味道，外面那个咸味啊刚好，然后里面那个中间白色那个部分不会说太咸，刚好搭配。它很多层次在里面。刚才你讲啊，你这些时间了哈，都那边练茶，会是给它胖，偏那一种胖哦，法国面包。法国面包。哦，那然后那个法国神父啊，给它补有好嘅啊，神父好嘅。神父。哦，来试看看，真紧是法国人。第一口最好吃的在边边的地方哦，这个来，小钟哥，你没有，这你第一次到新竹来吃这个美乃滋法国面包，这一定第一口要吃。轩真的是哦，很懂得哈。那这身边我就带回去。哎呦，你用这样子那个魔术师变出法国面包，你看一下，越来越差。哦，来吃看看。你看它，圆哦，你看到吗？那你要去做那个那种哦，像那菜龟煲，可能按像菜瓜布一样，压周围，我是要控制了。好，有它懂厉害。这个是跟空军的老婆学的，这个是跟法国的神父学的，他什么东西都最到地。那边有一区，我跟你讲，南京的桂花盐水鸭。盐水鸭，老马长好不好？我们的华苑那个推式菜单，南京人。啊，又是个勾一号了。这边全新竹的太太你都认识？没有他。这整区啊，你看，你们是牛妈油啊，给牛妈油啊，还有这个一些小菜啊、猪脚啊，梅干扣肉一天就吃饱。哎，客家年梅干扣肉几把盐啊，全部拿回去。你是周说东风篇，哎，你还卖啥？奶奶。你还来哦？哎呦，
你用，怎么称呼？阿德，阿德。啊哇，阿德你哈，老爸爸天数几多年呢？4时就开始的。啊，不会辛苦吗？辛苦吼。啊你讲遐去动物去说迄桂花盐水鸭嘿。对。你按钮够哈，一听我就说它加色，它的颜色，还有给它皮，你看到没？粉油粉香粉好吃啊，吃按钮。来，受不了了，受不了。夹，双手接，哦，这个跟米头，刚刚饮料是东你要买的呀，牛排，好嫩哦，很嫩，东润，很嫩哦。拿去看看。哦，哎，这牛肉身哎，这怎么每天都一直打这个鸭吗？怎么那么好吃，这么嫩啊？又厚身，干干净哦，会卤啊，会卤，我很混搭风。蟹枪跟盐米卤，如果让จิ้改香料。我舍不得吃完呢，就吃一小哎，块。真名哎，这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是我的最爱。你真名都哎，我看制作人在旁边流口水。你小时候住在这里真幸福。真的，原来以前我觉得我们小时候远足的那个餐盒，其实里面有很多学问，就是每一道其实都是很讲究的，好幸福哦。但是以前去动物园远足啊，大家一人拎着一个这样餐盒，哇，真的是所有的美味都在里面。真的，哎，小刚，你这个真的要传下去，真有这样，哎，世世代代唱，哎呀，永远传家，68年无改变，美乃滋的精神默默的，永远，安子谢谢。我们提白，西安豆那个美乃滋西安豆烟提白天有那个挑咖的客家面的，真点哦，对，那这你看得出来哦，客家人啊做东西啊做事情啊哦，懂认真，你啊懂得东西啊了哦，纯手工的东西啊哦，或做某一点难做出来，也还保持那种最肉条摆起来的做法，都非常的耗工。嘿，那认真然后给流传下来，要证明我们的不能我们的 vote 啊，那 vote 真的要纪念哦辛苦的地方。食嘅美食，重要嘅材料，接下來2-3年來到新竹嘅關帝廟，愛為自家來祈福。2016年，黃子賢入圍嘅金曲獎、最佳客語歌手獎，還有最佳客語專輯獎。節目錄影嘅時節，拄好係金曲獎頒獎前幾日咧，就會到來嘅，好好變愛。哦，哎，那个庙有奖哦，关帝庙，哎，根本爱爸爸啊，真的啊，爸爸老妈妈，哎呦，你好，阿爸没以后，哎呦，迄咪按罗啊，白眉啊，金啦。太极好不？太极叫哥哥，哥哥，太高。啊，我下个去的时节，有时节上到伊只4点用半年，我打电话问我妈妈，妈妈，该莫干莫晒嘛意思啊？好做的时节，你伤心啊？你煮菜的时节，我请你讲问意思讲，哎，莫了我莫干莫晒嘞。我觉得我印象中很深刻，你可不可以教我这是什么？所以妈妈是我一个在我这个母语创作的这个过程里面最重要的母语老师。姜伟来按腔，哎呦，今年入围到金曲奖最佳客语专辑，然后最佳客语歌手。我觉得我入围，我爸妈都比我紧张。我看他们是先跑来那个文昌帝君这里先来拜拜。今日来到啦，一定要来拜。我来拜。那来拜吧，然后讲起码中1个。啊，对啊，那拜2个可以中2个，拜2次就中2个。哦，看爸爸今年入围到金曲奖，你要心情怎么办？当金钟，当金钟，当范怡，东方怡，唔单唱1项，可以入围到2项，给他用心啊！那头摆几个玩乐团还是用一定觉得他在乱七八糟出来。给用宁静，永应真，都用宁静，你搞玩乐团的时候是董应真，动坚持，坚持。一定要搞下去。哎呦，看搞乐团都某钱干有支持你，所以有替他担心，所以叫他一定玩乐团之外，一定要找个正职。不度是被摇唯一现在没有20就是你，没有，因为我音乐很饱哎，不是因为我音乐没有走，现在在主持。那最重要是，如果哪天爸爸喺喉咙嘅，他唔过客家话咧，讲嘅动脏咧。又是啊，对啊，哇！我拍手鼓励一下。哎，拍手鼓励。如果我带客家莊，
爸爸还特别有去学嘛。爸爸做跳雷管系，都客家种准备嘛，叫做熟识动作客家面，练技客家妹。哎，你来到遐地方啊，我希望今年金角奖真的得奖啊！吼，然后但没有文昌还有关圣帝君呢，抢到有秘籍，主讲做个介绍一下嘛，好啊，你俩管天喵哈，每一拜都要考试的时间，无论你考嘛个，青岛爸爸妈妈如果带生日的，还个带准考证哦，要记得哈，就两礼拜文昌君，一天要中，这新鲜是有落带啊，但你根本应该带人专心了呀。妈妈已经先来了，有拜过来啊，偷偷来，偷来拜，双流咯诶。要动车咯，你来如果就旺旺的好嘛，来看下来拜下。新竹嘅关帝庙香火荡旺，也下本年列作係3個古節，係新竹人當重要嘅信仰中心。每跪路保佑嘅王子賢100年順遂平安。希望今年金球奖啊，又在咧有好嘅成績啊，本子轩啊，本新竹兩片土地都在發揚光大哦。希望你客家人有名同嘅節目呢做得入圍到金鐘獎。拜託好，拜託。人主講，安子說。朱偉，請問你香港嘅？我香港。香港姓江。香港嘅長江嘅江。今日同好嘅嘛，同。寄陽堂。寄陽堂。同好細學們時間又來了。香港嘅年頭係認真8月，普祖太乙賜水有功，書封建立公國，後代就用公來做相。到為東漢時期，公德地之用發展變做名門望族。香港人嘅後代就開始用字樣來做權望同好。剛才問一下，看到人家廟啊吼，都有歷史，人廟有幾多年的歷史？240年。拜係關聖帝君嘛。關帝呀。我看這個香火非常鼎盛，最多用滿年來叫做神禮。做神禮，飼養，無好，家庭也好，無那個病，就叫關帝呀。因為關帝呀吼，有忠有義。忠義，你做神禮最重要是誠信跟忠義。我說你如果要去做神禮啊，你有誠信，你有忠義的話，人家神禮是會做會懂吼，做的偏引，要誠信，聰明，還有外地啊吼，人家不要地方還有擺東特別的東西，聰明。文字講橋擺有銀，就擺有橋，文字講是就會派馬牙。馬牙。而家為本身嘅寫地大會所，蘿蔔汁。哦，你係識蘿蔔？哎呀，真經很強，看最崇拜嗰位，那冇簡單哦，你做得好，把它維護一下。聽說明年就漲價，漲2倍了。真嘅咯，因為你報完以後就開始漲。真嘅哈，那趁還沒播出前，趕快把它買回來。不要地方還有擺東特別的東西，聰明。文字講橋擺有銀，就擺有橋，文字講是就會派馬牙。馬牙。你睇個原主講啊吼，你騎個馬，赤兔馬。赤兔馬。你那邊有擺赤兔馬？有隔壁呢。真的是來拜恩主公，還來拜馬？拜馬頭。拜馬比較快，比較強。因為這赤兔馬跑得很快。因為赤兔馬是最強，而且救急救難，赤兔馬又很忠，因為它有忠義。對，它只有在那個關公而已，其他人坐上去，他都會把它弄下來。從這邊。這邊。你看，去拜該先拜個碼頭。什麼事情就是一馬當先，對不對？馬到成功，快馬加鞭。哦，對，一天日日落去拜他，都哪位？對啊，來，都係你來。馬全台吧，是由你那邊有拜赤兔馬。先就有俺的有赤兔馬。真嘅哦，東這邊要拜一下碼頭。哦，碼頭最重要了，先拜碼頭。好，馬爺，麻煩你了。拜託一下哦，希望哦，本你客家人有名堂哦，今年做到入圍到年終獎啊，唔單止入圍啊，還做得了哦得獎。拜託一下，赤兔馬。希望今年咪本愛拿到金球獎啊，拜託啊！
啊，金钟奖较重要吼。金曲奖袂做底啦吼，小总统袂放去金曲奖好嘞。哦，啊，这些哦，你不下岗有苗头做的入围到金曲奖吼。做地做起来。亮啥？上爱得奖上到电台的黑幕啊！用做得啲神明面头前凊彩讲咯。注意讲啊，上爱得奖，还爱请你的神明来天数保佑。个管体呀，后背有文虫呀。哦，是都要管理啊，后背呀，好，文虫呀。廖威啊吼，是你文昌君嘛。对面是有看到金榜题名西达斯，那是时节冲秋去落两条摆摆起来吼，火够重的时节啦，火太好的时节是拿准考证都掉，哦，然后来拜保佑说金榜题名。爱求考运、古名，这是有常识的哦。夹到老nhà头的资料写上去，文文从雅迪的啦。最佳客语歌手，还有这个专辑哈。提方哈，来粽子哈，摸一下，包种啊，金榜看一下哈，综合节目跟主持金钟奖啊，很灵哦，包种，拜托，好，就伫王志贤自家嘅大兵，还有神明嘅保佑之下，王志贤竟然用异乡人专辑得到为第27届金曲奖最佳客语专辑。中元节嘅太祖，恭喜哦！接下来我爱加油了。常这些庙宇对我们来说，我觉得尤其对妈妈，她一个客家人信仰是一个很大的精神寄托，所以我常常会陪妈妈一起去拜拜。像我们家自己有八公，我们或者我在新竹的市区的路口有一个我们家的土地公，我常常都会去拜。我觉得有时候是一个感恩的心，提醒自己说不要忘祖，莫背祖啦，记得祖先记得生命本恩的保庇，哎呦。睇講黃爸爸，你阿生突然你做呢度昆陽肉好冇？唔過了後，因為啊吼頭擺啊建築吼可能留到現在嘛，唔過看得出來原來建築的樣，你看到了？這個拱門型的，它頭擺是巴洛克式建築誒，你看這個紅磚，聰冇？而家為本身嘅寫地大會所，羅布只。哦，你阿生養肉冇？哎哎。真經很強，看最雙波嗰位，吼，按講哎，把那些招牌拆掉，恢復原狀的話，是這一條街，這條街叫什麼街？武昌街。武昌街最有特色。其實我的夢想是一棟房子，希望可以做回原本那個阿公的西裝，有機會的話，它可以變回以前的西裝店。聰啊，你把它買下來之後，把它一方面可以做西裝嘛，可以賣 CD 嘛，對，都可以，全部都做得到。真嘅啊，哎，那真嘅有講哎，而且你看，你還會看到這麼完整的吼，看不到嘞。尤其是在這麼熱鬧的街上，它是真的是那個年代的，對，該年頭沿留下來，那冇簡單哦，你做得好好把它維護一下。聽說明年就漲價，漲2倍了。真嘅哦，因為你報完以後就開始漲。啊，真嘅吼，那趁還沒播出前，趕快把它買回來。哇，哎。那看到了露頭擺時間真緊吼，很強哦！我睇下看一下，夾存錢買轉來啦，好冇？我突然覺得肩膀好重哦。哎呀，上班啊有錢夾嘛，哦。全心希望王志賢也夢想有一日做得實現，留喺老屋，留喺王屋嘅頭擺。蒙太公，你要突然落要提防啊！吼，你頭擺是帶了福軍通嘛？對，頭擺大改變啦，改變啊，佢本身嘅眷村啊。頭擺佢全部喺眷村喺啊，嗰啲啊全部拆起嚟喺啊。眷村湖邊高樓大廈。高樓大廈，啊你啊，比如說你突然落了是某日師，看唔到頭擺眷村嘅時間該弄嘅啊。有相片我看見。是有相片的。有。咁你啲啊突然落了提防咯。地位有動到該頭擺嘅相片。啊，估算啊，你啊落了提防，看得到頭擺該弄嘅。啊，看了門是衝啊，看。以前那種眷村要不卡加門是按用標準配備。標準配備哦，因為都新竹這裡啊，吼，喺頭擺日本石頭嘅時間啦。是有機床啊。是有機床嘅，還有啲攔截啊，或者都的開料咖啡是最近的地方。超冇？估算給它空軍基地設在這個地方。哦，看到冇？哦，哎，頭擺油箱看起來像個鯊魚嗎？像一個炮彈。後來把它改成水塔。哦。做成水塔。
不浪费，哎，不浪费，废物利用。也是蛮有客家人的精神。客家人的精神。哦。也建村博物馆展示的讲是新竹公园客家人的生活样的。王阿爸头摆就喺啲新竹公园做连长，过后买嘅公园3村嘅建村翻嚟喎。王志贤嘅乡村岁月都喺啲鸦片来过位哦。好，另外还有一个这个3D 的，我们现在好像漫步在云端。啊，看了飞行机啊吼，那飞行机嘛该机型的呀，也有幻象，幻象哦，幻象机型。幻象之前是 F 1动式 F 1动式啊，再来就是那个 F100、F86。那其中我们在新竹机场出了一个客家将军，朱东营叫陈升勋陈将军，客家人哦，客家人。哦，陈将，伊利亚汉对，80岁了，80岁哦，80岁了。哦，我看鼓手客家人啊，真劲啊，好厉害。但像外省人有走兵走将军的，还有像我们客家人。你去了解新竹基地又出动到的客家将军了。真劲哦。没有苗栗的呀。我妈有苗栗的。哦，哎，无发过。哎，烧了，去礼拜度看。来，礼拜度。好了。来，我们在这边虽然看不到实际的飞机，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模型可以认识到这个飞机。看得出来。比如说 F5的，F100的，F1动式的。哦，这个最厉害哎，这个。旁边那个就是有点像那个炸弹飞机，冲嘛，旁边这个，所以它的速度懂假，冲嘛，对，转弯半径又小，然后后面这个就是属于运输机的一种，哦，这个是载客的，然后这个是补给的，对，啊，这个高志航时代的，哦，《笕桥英烈传》，对，梁鹤群他爸爸演那一部，对，民族英雄就是这一部，哦，挑拜那抗日的时候是。回亮，飞行机，哦，你看到冇？亚非洲的看到懂得飞机的模型是底下挑拜哈，这一点然后在战乱时期啊，真的很多都是战斗机，真的，全部都是战斗机，这真的是空军的基地啊。每年啊，蒙太讲，啊，唐高啊挑拜啊吼，懂得这个飞行员啊，都直接叫飞将军。你有没有按你们名叫飞将军哦？因为在飞行时代，他们的这个在天上一上去。说不定就回不来了，所以就这样子称呼他们，等于说给他一个尊称。对，他挑拜不用东吹高呢，很辛苦，有可能说根本出去按不到就看不到了，每天那个心情都提心吊胆。鼓受这个空军伟大，我们向你敬礼。哇！公司伫新竹的建村，只有空军。陆军嘅军种冇强用，总共分做46期。2013年做清拆枪枪嘅建村文化没真实行业的事。沙哈龙啊，看到啊，一个中队很特别，而且在我印象中啊，就很崇拜，叫黑蝙蝠中队。哎呀，龙太狗这个 gay show 很神秘的黑蝙蝠中队。黑蝙蝠中队以前它主要任务就是做一些侦查，然后那个宣传单的投掷，就是到敌后去的，要飞得很神秘，很不容易让人家探知的。因为它为什么叫黑蝙蝠呢？因为它就是蝙蝠，就晚上出没，按不调的时间，它会出来。也是按不调的时候，有点像蝙蝠一样，摸一本影敌，然后偷偷去拍照片。你看，条拜廖威，黑蝙蝠中队，你看，是做行做了个吹衣。去偷拍这些地方。公司嘅无皮泡种吹嘅基地就伫新竹市，现在新竹鸦片系离福建，也就系中国侵权嘅所在。照资料统计，无皮泡种吹伫这项任务嘅时间，超过140人嘅空军无命脱。伫公司战乱嘅年代，家到为到为保家卫国，作为清台嘅贡献，和个牺牲。我细细时节，因为我带到新竹爱河村，是妈妈的家乡。爱河村了在为首其实是一家很淳朴的农村。妈妈讲啊，细时节带为首的善党白拉沟啊，善党白拉沟啊，连鬼都不想住啊，最常这样子笑自己的家乡。那我觉得小时候在罗伯家的那边的回忆很鲜明，比方讲我老我的表哥表妹啊。读书都白讲下安尼搞聊您讲起沙打怪就是玩乐都在那边，所以我对那个农村的记忆很鲜明。哦，去用为按上面，空空空空空空的山树碰有天，你个
当上有唔系啊，唔系肉甜的安super婆乡的阿婆阿婆啊，阿婆你好，来阿忠顾啦，你好你好，妈妈，你讲啊，你体缝啊吼，头摆正经啊，无人会带了为遐啊。不要说别人不想做，爱什么嘛想带。有嘛讲？夹夹会夹出去啊！哎呦，讲个按补条的时间我有嘛？哦，骑车回来都害怕，还要找一个人作伴。几十亿的地，他不去改建，他保留这个最周围时间漏破风。拆房子其实很快，可是保留房子现在要很大的坚持跟毅力。因為一卜啊，大橋咧也喐感情咧，唔攀地嚟拆地啦。累退做累到退班之後，自從睇人咧講藥片啊，哦，你也冇講藥片那些客家為啥唔乜嘢要做唔得啦。什么嘛想带？有嘛讲？夹夹会夹出去啊！哎呦，讲个按补条的时间我有嘛？哦，骑车回来都害怕，还要找一个人作伴。啊，你看头摆真的是，你讲去了，真的已经荒山野岭呐，乌漆嘛黑的。乌漆嘛黑啊，头摆真的很贫瘠，冇上到你地方哦。你看。竹北啊，好，那边梯棚，那梯全部懂规哎，因为那个我们那个最主要是很多有那个科技公司，科技新贵，科技新贵，全部都是那边梯棚，那边整个蓬勃起来。啊，叫记了，中国你知道没有？从客家歌曲，唐一蛇呀，听得懂啊？唐一蛇哈，很高兴，很高兴，很高興。對，東方義，對。這時嘅要對有影響嘛？之前的擺咗大差不多就100年啦。這時是動怪，動活潑，動聰明。從小時候就知道他長大一定會有一番成就。哇，你看，這個就事後諸葛亮。難怪那時候我爸說要買地的時候，他說你不要買，好吧？你兒子以後這麼有成就，你不要買。真勁哦，哇！哦，阿 Q 媽懂神氣啊！還有你阿媽啥？那姓尚嘿啊？啊，姓尚。哦，姓尚。吳老師哦。吳老師啊，佢對了梯縫，還有對了路的北宮啊，吼，很了解。佢懂了解。做個你老公還有北宮，北宮要搬來，好。謝謝老頭伯嗌呢啲啊，有時嗌客家人啊，到啦開發設計天地外簽交當好嘅地方。哦，家下是要兩隻三隻石湖山長哦，一開始係山長，標到街尾，用比較太潮下，哦，記住天氣風景非常嘅正，所以老頭伯應講水頭水尾，撞頭撞尾，全部要白宮。哦，那白宮咧，要係菜地嘅，嘅英文地標。錯，好做期間你都那邊砍樹啊，走爬上爬下的玩啊，那都是童年很棒的一個記憶。這就很像那個謝宇威下一首歌用，你記得嗎？頭擺，你唱 G 調，你記得嗎？你記得嗎？這首我會彈，我來彈。小東哥要發揮秀一下。衝啊！你記得嗎？你記得嗎？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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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我記得嗎？你記得嗎？北宮啊，梁山都在邊，衝過真見歡喜哦！哎呦，真的有練呢，真的有練啦！竹北嘅家婆屋下係王子賢學會客家嘅素材，唔過日下嘅竹北現在起嘅竹口行架高鐵，已經發展到東極嘅。安慰嘅係一間北宮廟行架老榕樹，千完整嘅保留下來嘅，行架啲一片嘅童年神法，咪變做王子賢下後嘅創作靈感咯。實在啲廟啊，有幾十年嘅歷史啦嚇。老頭伯呢，因為喺呢啲莊下嘅白宮啊，是三隻石鼓。我們之後呢，是利用呢喺挑戰係大石樹，打了10萬白宮。哦，慢慢呢，一片嘅農民啊，要賺到錢呢，我覺得好咧。哦，是จาก起的轉呢，จาก太廟。哦，之前啊，當然是喺呢啲富得景星嘅鄉會。
你係啲做生意已經年，留喺白宮啊，吹先啦。哦，什麼名字？天边那白宫哈，它就在旁边就是高铁。对，保佑这边周边的所有人。白宫吼，保庇大家吼平安健康。王志贤對亞間白宮廟還有老榕樹嘅感情當真。當然，公園嘅世界都還係為了阿妹做伴，來為白宮受養，感謝佢嘅保佑。我有寫一條股票，我來上嗰啲高鐵嘅事情，要寫一條股票本嗰啲白宮下、白宮書，兩條股票好多高鐵，來談講講。好把順嘅路安西，你嘅手太多，你頭唔見體，慢慢行，慢慢行，愛後是愛多累，10多年過去。好吧，順便睇睇條路，加了路燈，寒夜親唔到，每家嘅路。人家歌曲一家寫的，一家寫的。你有冇想過寫了首歌曲？因為我轉到新竹啊，轉到我自家老婆，我阿婆咧老婆來入片咯，看到呢啲白宮廟很多兩邊，個鄉村嘅屋啊，全部撈好多時間冇窮，你好多時間矮河是全部係田嘛，全部都是田，然後從新竹市到竹北這個矮河那邊，夯了後把村啊，一條小小的路，然後就會到阿婆家，可是現在這兩邊都是高樓大廈了。那我想寫一首歌，因為媽媽常跟我講說，我們都很感謝人家白宮。給我們這個隘口這邊的居民的保佑，讓大家現在都很順利，很平安，然後都很富足，所以不要忘記白宮書、白宮下。哇，你數歌曲寫真勁動好。王志賢創作一條歌曲，就是希望大家做一啲發展到安家嘅城市度，做啲做起新世界嘅景，做起保育家嘅景。兩位哦，全部vox 都改變，是any 白宮廟，老 any 銀冇變。真嘅，看到改變像地堡，高樓大廈，向下大岸，露條白米頭，露條白白宮，銀邊的嘞，心存感念，白宮永遠在這裡，白宮署永遠都在這裡。感覺到白宮雖然你到哪，它永遠都在守護着這塊地的感覺，充滿守護我們這以前的村民，保護着大家平安啊，充滿。老白宮誠心祈求離開過後，下輩王志賢愛嚟收記伊咧竹北嘅城市奇景。今日老白宮廟慶祝，無形成都市發展本然拆脫咧，還係千完整嘅保留下來。今天我還是因為在竹北附近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都市的變遷啊，還有我來土泥來看一下保存下來的老婆家，真係啊，看到冇簡單吼。旁邊全部要像地堡的高樓大廈，是了不了吼，肉為貨棚還保留着。你看，這個人的精神值得我們敬佩。幾十億的地，他不去改建，他保留這個最作為時間肉貨棚、肉為公堂安用。拆房子其實很快，可是保留房子下來要很大的堅持跟毅力。這一家人不簡單，這兩不開香嘛開，香狗，姓郭。香狗給他去捅，會嘛？給捅。汾陽堂，汾陽這個地方其實很有名，就好像有一個詩：借問酒家何處去？牧童遙指杏花村。這個杏花村指的就是汾陽這個地方，就是汾陽酒。汾陽酒，像我們那個茅台酒很有名，對不對？其實汾陽酒在大陸也非常有名，它的趴數是70%，比苦艾酒還大還濃哎。所以說汾陽的那個酒是非常有特色，東有名之超嘅啦。哎，古時候兩不可以像狗姓郭，汾陽這個地方，看一下馬啥屹立安泰。太公你好，你好，你客家語有名堂？汾陽堂，汾陽堂，係同學之稱。又來上課了，香港人嘅年頭係認真祖墳王嘅老台技術，書封啲骨、啲頭擺骨，還有角也兩隻是相同。後台就用角來做香，另外用汾陽來做堂號，係認真唐朝嘅大將郭子儀，認真有功勞，本人封啲汾陽。故所後台子孫就用汾陽來做權望堂號。
你遐附近啊，全部啊吼，像地堡一样很东贵的高楼大厦，你俩地方没有法度没有去改建。因為啲屋啊，大橋咧也要感情咧，唔攀地嚟拆地啦。哎呀，懂喎。古所留下來。不過嚟嗰度看一下，你嗰度真係很講哦，嚟看一下。哦。想講嘅人，你可以嚟到咧，嚟台住嗬。啲啊廣東省太古縣過嚟台灣咧。我嘅子孫啊，本來就係帶啲喺竹北嘅手權嘅人，啊我全部也無過細細話人，所以我要希望講兩位僕留下來人，瓜子全部落兩塊，像講。呀，瓜子我新婦含有咧，按照新婦嘅主塔，兩位係拜阿公婆嘅所在，拜阿公媽，係地方。我講藥片是阿公媽，哦，你講藥片咧，講藥片咧，來台做來到台灣之後，咁我就是子孫聽人來講藥片啊，哦，你也冇講藥片那些客家為啥唔睇要做唔得啦，唔密切睇要，所以講我祖先留下來嘅藥片牆，我已經保存好。你也是講藥片，哦，我有談嘅是，啊，咁問一下吼，分享啲地方啊，吼，你啊算係態度了哪一個地方？其實咧，山西省改片的啦，唐朝嘅郭子儀唔會查啦，所以一定安史之亂，安史之亂，郭子儀功勞，啊，其實奉佢為汾陽王，啊，我國家呢將呢汾陽做喺度國家嘅湯河，所以你一樣到就是汾陽嘅湯，你係油咧是點樣？像郭子儀啊，嗬，佢係一隻一位軍事家，也係一位政治家。啊，你本對人嘅出來咧，本奉建設古福建嘅嗬，上去民眾為興邦。你一張樣出來是啲軍人嘅對練下，對練好了，樣嘅是咧，啊，是懂清楚咧。好，來裡邊度，哦，快下，好，好了。哦，看到嚟到咧，裡邊都懂清楚哦，汾陽湯。哦，像講嘅，還有咖啡有看到汾陽王郭子儀。民國93年，新竹縣政府喺汾陽湯計劃嘅道倫里賦予嚟來做都市建設，喺國父子孫當初前嘅大變下，發起1等1萬張汾陽湯，變做歷史建築過後，汾陽湯將本人保留下來。國父子孫用7家嘅力保留嘅每一家族嘅回憶。當年900嘅家族起飛，幾百嘅子孫對美國、台灣各地趕盡逐北，家族嘅強強力當鬧，國泰國講啊，火風地內，人嘅見秋地內。在这个探究的过程，来上客家人有名堂这个节目以后，让我学习到很多关于祖先的知识。因为从爱妈妈了解爱后啊，想亲的了解银川堂，其实我也是因为透过节目的关系，然后开始去问舅舅，开始去问伯公，然后问记到哎呀，好多的时间想亲的嘅通河啊，祖先用伴类。所以我觉得像有名堂这个节目，其实给我们更多的是知识的探索跟再发现。把公來聽笑，倆湯你唱倆客係精彩。